實踐不自私。作者青蘋果，愛萬民靈修分享。所以在基督裏若有什麼勸勉，愛裏若有什麼安慰，聖靈裏有什麼交通，心中若有什麼慈悲憐憫，你們就要意念相同，愛心相同，有一樣的心思，有一樣的意念，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。凡事不可結黨，不可貪圖虛榮，只要全心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，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。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式。呢啲就係聖經中嘅一段提醒，神嘅話語嘅啟示。比爾蓋茨幫助小兒麻痹症嘅幸存者倡導跟隨小兒麻痹症嘅呢個運動，佢實際上係正遵守咗呢一種嘅教導，不單只要顧自己嘅利益，亦都要顧別人嘅利益。佢謙卑待人，視他人比自己更重要。佢身體力行咁樣效法主耶穌基督嘅精神，以無條件嘅愛幫助他人。研讀一下聖經啦，學習主耶穌基督嘅精神啦。腓立比書2章4節係鼓勵信徒唔單止要顧及自己嘅利益，更要關心其他人嘅需要，以此嚟活出謙卑同埋愛心。咁樣意味着係要放下自私嘅野心同埋驕傲，去體察他人嘅需要同埋福祉，效法耶穌基督無私嘅奉獻精神。呢一節嘅經文係呼籲我哋積極主動去關心其他嘅人，如同愛人如己嘅精神，同時亦都要顧及自身嘅需要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讚美你，你嘅愛心，你嘅恩慈，俾咗我哋好多不勞而獲嘅資源，令我哋感覺你係何等嘅慈愛嘅供應者，令到我哋覺得需要關心別人，因你滿滿嘅關心我哋嘅需要，所以我哋都要學習你關心別人，實踐不自私處世嘅方式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，就撳 share 啦。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